小心一点啊！好。啊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来，应该那个，对，那个方向，你就问说那个爸爸的朋友在哪里，很多人都会知道。在后面了，好，那就送过去这样的，到后面去。好，有，好。刚刚忘记了啦，太紧张了。好，那下一首歌也是一个好玩的歌哦。啊，这首歌叫《我们蛮像的》，啊，马赫拉在吉他，然后中间会有那些一打一唱的，你们应该一听就会学会了吧？哦，刚刚那个做画面的都已经好，然后就我们带来这首歌，然后也是你看到这边很多挥旗子的哦，都是我们多兰村的年轻人，耶！哦，也欢迎大家11月23、24号来到阿美新月节，好不好？来到都兰哦，来到阿美族的国度哦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啊，这首歌也是新歌发表哦，今年在丰年祭的时候，这首歌是皱眉头，然后这是我特别献给我们部落年轻人，我的阶级是拉千禧，所以他们为了要娱乐老人家哦，特别做了这首歌。然后呢，今天你们不是老人家，你们是朋友哦，不要担心啊。最后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希望今年很顺利的在11月发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有空的话就是那个 Facebook、IG 啊、YouTube 可以搜寻舒米恩署命哦。SUMING 偶像 Enter， 不见得会找得到，但是只打舒米恩署名就找得到。那也欢迎大家11月13、24号可以来到阿米新月节，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新歌，谢谢大家。想你想到睡不着的悄悄，轻轻乱乱走，窗外走跑。我想你想到睡不着，全身跟着绕，窗外吵闹。真想你想到睡不着。睡不着。想到睡不着，尖叫声。就是你让我这一整天皱眉头，是1个、2个、30个钟头，还在怀疑期待是否会落空，请震动。皱着眉头，紧握等着黑夜来了。嘿，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想着没办法了。嘿，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嘿，嗨，为什么你还不在？我想你想到睡不着的悄悄，轻轻乱乱绕，窗外吵闹。我想你想到睡不着，穿着纷纷扰，世界唠叨，真想你想到睡不着。
谢谢，我是署名，谢谢杜兰部落青年，谢谢杜兰部落，谢谢所有老师，谢谢署名，拜拜。